微笑讲客语 ，Vivi Seo 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咪咪 Seo 共好吧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喽。如果你碰到有人问你说安 Q 点某喊嘛该喏，这句话就是说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招呼语，不是真的要你回答说我最近刚离婚啦，我股票刚卖了，我刚开过盲肠，不需要，相当于英文说的 What's up。好，回答的时候呢，也很简单的回答说冇乜計啦 ，nothing special， 冇乜計啦。當你哋食飯睡覺，每天在吃飯睡覺，每天在吃飯睡覺罷了。所以這就是普通的招呼語啦。好啦，那說到吃飯，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吃得好咯。我們來聊到吃飯，客家話裡面的吃飯呢，早餐 breakfast， 他說的是食早，食早，早就是朝氣的那個朝。然後呢，午餐呢叫做食豬，食豬 lunch。然後吃晚餐呢叫做食鴨，食鴨，鴨這個字就是夜晚的那個意思，也是所謂的 dinner。哇，我發現呢客家話比英文還精準呢，因為它回答你食早、食豬、食鴨，就把時間帶入了它的答案裡面咯。所以我們說了，我本人頭家搶來食鴨呢，哇，食了東澎派喲。這句話意思是，昨天我的頭家，我的老闆搶來食鴨，請我吃晚餐，哇，點了很多菜，東澎派。澎湃就是菜肴非常的豐盛的意思。那我們剛剛已經說了食飯，現在要講睡目，睡目就是睡覺。客家話的睡目睡覺就是把眼睛目就是閉起來的意思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了叫做睡貼嘞，睡貼嘞就是睡着了。睡目就是睡覺，睡貼嘞就是睡着了。不過呢，睡覺呢一醒來呢，我們說了叫睡一覺目。睡一覺目比較傾向於好像說午睡打個盹的意思，這樣不是真的說從晚上睡到第二天的清晨呢，而是指下午可能睡了一會兒，睡一覺目。徐薇想到了很類似英文說的眼睛給它眨眨眨，眨個40下。英文裡面說 40 winks， 眼睛眨40下，意思就是指睡個午覺，好像我們客家話的睡一覺目。你老來講學客吧，跟我學客家話，唔好讀木衰哦。安子 C 張來了，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